香港全屋定制，將兒童房裝成城堡，小朋友真係會愛慘，一整個被呢個城堡床驚豔到。藍白配色好清新，上層好似個小城堡，下層瞓覺空間都好舒服，旁邊仲有衣櫃同書台，功能超全。書台區域好適合小朋友做功課，光線充足，兩把小椅仔，兄弟姐妹一齊用都冇問題，細節滿滿。衣櫃內部收納絕咗，掛衣鈎、疊放鈎、收納盒都安排得明明白白，仲有小角落可以擺玩具，小朋友嘅衣物雜物都可以整齊擺好。衣櫃關起身顏值都好高，同房間風格統一，簡約又好睇。床底下嘅抽屜收納太實用啦，換季嘅被鋪、玩具都可以塞入去，攞嚟又方便。呢個大櫃桶儲物能力 Max， 打開裏面空間超大，無論係衫定其他物品都可以輕鬆收納，關起身又好整潔。中意呢個設計嘅朋友 PM 我攞報價單㗎，免費設計啦。